世界360，大家好。今日我哋嘅題目呢，就係要講呢，香港人喺加拿大嘅移民過去近呢幾年嗰啲朋友啦，就開始慨嘆啦，就唔應該貪平貪快咁移民加拿大嘅。其實佢哋應該覺得就係話行翻 BNO Visa 嘅計劃呢，去獲得永居身份呢會比較務實啲嘅。喺講落去之前，請大家記得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多謝晒大家嘅支持。好啦，講翻我哋今日嘅議題啦。其實加拿大推出咗呢個所謂嘅救生艇計劃啦，的確係一個相對於英國嘅 BNO 計劃咧，5+1咧係快嘅。如果佢實行嘅話，譬如話佢有啲譬如話咧，佢只要喺度讀完書咧，嗰啲課程通常都係最快就年半至2年，佢讀完咁就直接申請呢一個永久居民身份啦。之前好快嘅，3 個月就可以攞到噶啦。咁即係話，其實佢到步之後，到佢攞到永久居民身份啦，最快就2年就得㗎啦。咁如果有一啲人咧係過嚟工作嘅話咧，佢如果1年之內咧做夠咗1560個小時咧，入紙申請話3個月就攞得到。即係話其實快嘅話，可以1年零3個月佢就攞到永久居民嘅身份啦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，我諗有跟開我嘅就知道啦，嘅片有佢提到加拿大突然就即係停咗啊呢個計劃。所有申請人咧都要到2027年先再審理啦。咁即係話，其實之前你無論喺度讀書或者工作也好，你做夠咗時數，你2年之後再申請，然後再等一年，即係話其實加起嚟嘅時間咧都差唔多5-6年嘅至少，先攞到一個加拿大嘅永久居民嘅身份。其實根本就冇快到咯。而家嚟睇，咁其實都係嗰句啦。呢個世界就邊有話捷徑嘅，都好正常嘅呢件事。咁好啦，咁而家呢一批香港人點算呢？即係呢一批大部分都係一啲年輕嘅抗爭者嚟嘅。咁佢哋而家好多都入咗紙申請PR 啦。咁但係未有結果㗎。咁佢哋而家嘅做法就係話，唯有就係可能工簽到期啦，因為加拿大都唔續簽俾你，叫你哋翻香港等啊嘛。咁佢哋咪可能翻香港，而家翻去等2年之後，加拿大開始審理，然後再睇佢幾時審到幾時 OK。咁估計3至4年後啦，咁加埋佢之前喺度讀書或者做嘢嘅2年至3年，咁差唔多7年到就會攞到呢個加拿大嘅永久居民嘅身份啦。咁其實呢件事就係咁都確定咗冇得改變㗎啦。咁其實翻去個基本面啦，英國嘅5+1嘅計劃啦，就其實就講得好清楚，就係五年嘅定喺度居住，再加1年嘅就可以申請永久居民啦。咁然後咧永久居民之後，你就可以再申請呢個公民啦。個計劃係好清楚嘅。咁但係其實而家香港嘅人呢，係呢一批2021年之後憑住呢個救生艇計劃嘅香港人過到嚟啦，即係其實佢哋而家都站咗一個十字路口咯。究竟佢哋要唔要而家即刻就放棄過去英國呢？定係翻香港等呢？定係留喺加拿大呢度使錢呢？咁繼續喺度燒錢呢？咁其實呢，我相信呢，首先講第3個選項啦，留喺度繼續燒錢啦，其實就係一個非常之唔好嘅決議，但係都可能係冇辦法中嘅辦法。因為點解呢？因為好多家庭呢，佢哋係有細路仔喺度讀緊書嘅。咁既然有細路仔喺度讀緊書嘅話，就唔係話咁容易就要抽翻個身出嚟翻返去香港。咁佢就唯有就繼續坐喺度使錢咯。咁留喺度繼續使錢有啲咩問題呢？因為你之前係有工簽嘅關係啦，咁你就變咗你所細路仔讀書嘅時候，你就可以繼續跟住 local 嘅公立學校嘅免費使用，就可以免費讀公立學校嘅呢個福利，亦都係免費咁去加入咗加拿大嘅公共醫療系統咁樣。咁但係如果你而家留喺度嘅話呢，一切你都要自己俾錢啦。咁譬如一個細路仔讀公立學校嘅話呢，喺呢度咁，如果你小學中學嘅話，大概平均啦，大概15,000加幣，即係大概8萬蚊港紙一年啦。咁如果你冇醫療嘅話，你自己買個保險啦。咁一年買個保險嘅費用都唔少嘅，咁可能你要買千幾2,000蚊加幣咁樣，咁就差唔多萬幾蚊港紙咁樣啦。咁變咗佢哋就決定，就有啲就如果繼續留，咁啊睇下留幾耐咯。咁啊2年3年咁都冇期去等嘅。咁但係咧都冇辦法，呢啲叫做洗濕咗個頭啊，咁就要去行噶啦呢件事，所以佢哋都係繼續去落去噶啦。咁其實佢哋仲有另一個問題嘅，有啲人咧喺度係買咗屋嘅，
咁買屋嘅就係一個問題啦，因為咧你外國人喺度買屋嘅話咧，你係必須繳納一個額外嘅15%至20%嘅一個海外人士嘅買家稅啦。咁你但係咧佢有個會退翻俾你嘅，就係話當你攞到永久居民身份之後咧，佢就會退翻個錢俾你，但係必須要你喺買之後嘅日期計5年之內，你要成為永久居民。如果你過咗呢個日期咧，呢個錢係退唔到翻俾你。咁而家就係一個問題啦，因為有啲人咧係一到步就買咗屋啦，咁就已經2年前啦，即係有啲個案就係話佢係2年前買咗屋嘅，咁但係到而家咧佢都遞咗之後嘅申請，但係佢根本就未批嘅。然後而家上個禮拜加拿大移民部都宣布啦，話要到2027年先至會幫你去審議啦，即係話其實再加2年落去，即係已經4年啦。咁而4年之後先開始審理，你又要確定佢1年之內會批到俾你，否則嘅話你嘅錢就係俾加拿大政府去就熄咗噶啦。講白啲就係你就唔會退翻俾你噶啦。咁所以其實咧呢度有好多一啲社區中心啦，服務香港人嘅，其實佢哋都已經收到好多個案咧，就好多香港人嘅家庭啊或者個人咧都出現咗好多精神嘅問題㗎啦。呢個壓力好大啊，因為經濟壓力好大啦，同埋覺得心不忿啦，即係講到原本就係救生艇計劃，但係點知就搞到要拖到咁耐先至得。其實就已經好多人都出現咗呢啲問題㗎啦，即係精神壓力好大，開始精神有啲問題，咁都好唔開心，咁啊尋求啲社區嘅一啲中心去幫助咯。咁啲社區中心嘅人呢，有幾個中心啲人都好我所知道呢，就都好熱心去幫佢哋，但係奈何有一樣嘢好現實嘅就係呢個錢嘅問題咯。咁你使晒啲錢，又或者係嗰筆錢準備都要預排，你買間屋60萬加幣最平咁計喺溫哥華，咁你都要俾咗12萬加幣，即係圍到70萬港紙嘅一個額外嘅海外買家稅啊！但係呢筆稅原來你發覺係俾咗佢冇得退㗎啦，咁你個心都好差，你個心情都會咁，所以咧其實喺幾重夾擊下啦，首先就係話身份又未定嗱，工作咧又冇辦法穩定，再加上如果你係有真係買咗樓嘅話咧，成筆數你突然間就冇咗啦，咁樣去就冇咗啦咁樣。咁同埋因為你一日未攞到永久居民身份啦，你都唔可以喺香港申請呢個 MPF 噶嘛，因為你冇辦法證明自己係永久嚟港啊嘛，所以佢變咗就夾住喺幾個位之間啊咁樣。咁如果第二個 option 就係話而家即刻調跑道去英國嗰度重新開始咯，咁但係而家重新開始冇話唔得去英國，不過你都要見到啦，即係你由而家計又要計6年。咁好啦，咁你同一時間你而家英國移民 BNO 個費用咧都加咗好多啦，一家三口都幾廿萬又要俾啦，咁變咗佢要點樣算呢？咁所以其實呢一批人啊，即係2021年之後到埗嘅為數差唔多而家有4萬人啦，即係入未即係唔係有4萬人至5萬人啦，即係未批嘅呢批香港人啦，全部都企咗一個十字路口嗰度，唔知點算咁樣咯嚇。咁有最新嘅情況再同大家更新啦。今日我哋嘅題目就講到呢度，係咁先。